各位新粉大家好，歡迎收睇新仔好生活，我係新仔，每日為你爆響口，睇通透。睇片之前記得先撳訂閱，多謝各位。大家好，我係新仔。呢兩日全香港嘅娛樂版頭條都離唔開一個字愁。愁嘅唔單止係思明離世，更愁嘅係佢嘅喪禮由設靈到出殯都充滿爭吵同眼淚。新仔今日唔想同你食花生睇熱鬧，而係想用一個懶人包嘅方式整理一下呢兩日發生嘅事，同你一齊睇下到底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係點。大仔李永漢做過啲咩，講過啲咩，鼎爺同細佬又點樣回應，同埋最重要嘅係點解一層樓可以令一家人反目成仇。懶人包思明喪禮兩日事件回顧，首先同大家回顧一下呢兩日發生咗咩事。4月22號，思明設靈，大仔李永漢堅持唔俾細新抱 Agnes 入靈堂， Agnes 只能夠喺靈堂外邊等候半個鐘，然後向奶奶嘅遺照合十鞠躬，由黃霑女兒黃雨詩陪同離開。同時鼎爺同細佬李永豪夫婦合署嘅花牌被人擺咗喺靈堂一角嘅後樓梯位置，而唔係擺喺靈堂正廳。靈堂內兩兄弟零交流。4月23號，思明出殯，大仔李永漢手捧亡母遺照步出靈堂，雙眼通紅。細佬李永豪低頭不語。鼎爺神情哀傷，暴瘦到120磅，步履失散要人扶。Agnes 全日冇出現。儀式之後，大仔喺解穢酒後接受訪問，正式開腔反擊。講到大仔嘅小動作呢，真係一環扣一環。靈堂上唔俾 Agnes 入內，將鼎爺同細佬嘅花牌擺後樓梯，部署大量保安，呢啲行為好明顯係要宣示主權，我話事，你哋冇得爭。訪問中，大仔爆出喪禮支出都係我俾，佢哋兩個一毫子都冇俾，又再次強調唔俾弟婦入靈堂係阿媽意願，我有人證。當記者追問，佢就反擊，講呢啲俾我冇用。父親同細佬嘅回應，沉默中嘅傷痛。相比大仔不斷開腔，鼎爺同細佬豪仔嘅回應就係沉默。豪仔喺送別亡母之後泣不成聲，記者問佢任何問題，佢都只係話唔講，唔好意思我走先。鼎爺全程冇接受訪問，只係默默跟喺兒子身後送前妻最後一程。但係喺喪禮之前，鼎爺已經講過佢嘅心聲，佢喊住話點解會生個咁嘅仔，又爆出每個月供養大仔一家5萬蚊，維持咗7-8年。最令人印象深刻嘅係鼎爺對大新抱嘅指責，人無3尺高，肚裏3把刀。佢話大新抱因為妒忌細新抱 Agnes， 所以一直喺背後搞風搞雨。一個80幾歲嘅老人家要公開講出呢啲說話，證明佢真係忍無可忍。大仔嘅自相矛盾逐點拆解。好，我哋嚟睇下大仔喺訪問入邊有邊幾點係自相矛盾。矛盾一字，喪禮使費我俾晒 VS 鼎爺每月5萬。大仔話喪禮使費由佢一個人承擔，佢哋兩個一毫子都冇。但係鼎爺之前話每個月俾5萬蚊供養大仔一家，維持咗7-8年。如果鼎爺講嘅係真話，咁大仔用嚟辦喪禮嘅錢源頭係咪來自鼎爺？大仔完全冇回應呢點。矛盾二，阿媽意願 vs 阿媽冇講過嘢。大仔堅稱唔俾 Agnes 入靈堂係阿媽嘅意願，但又話阿媽走得好突然，根本我都冇聽到佢講過乜，佢都冇同我講過啲乜。既然阿媽乜都冇講過，你點知佢嘅意願係咩？呢個係最基本嘅邏輯問題。矛盾三，有人證 vs 人證從未出現。大仔由頭到尾都話自己有人證，證明阿媽唔中意 Agnes， 但係由佢第一次提出到而家已經過咗幾日，所謂嘅人證始終冇出現過。相反，細佬就不斷提供相片，證明 Agnes 同思明拖手一齊食飯，有圖有真相。大仔嘅人證呢？矛盾四，自己不斷開腔。大仔面對記者追問話唔好丙我，但係佢自己就不斷主動向傳媒放料，接受訪問。如果真係想靜靜地送阿媽最後一程，點解要不停講嘢？點解要反擊記者？喪禮前父親嘅指責，大仔點樣回應？喪禮之前，鼎爺做過一個訪問，入邊有幾個好重要嘅指責。第一，鼎爺話大新抱人冇3尺高，肚裏3把刀，因為妒忌所以搞風搞雨。第二，鼎爺話每個月供養大仔一家5萬蚊，維持咗7-8年。第三，鼎爺喊住話點解會生個咁嘅仔？對於鼎爺嘅指責，大仔喺訪問入邊點樣回應？佢話鼎爺都80歲，我又係佢個仔，佢
佢點講得出咁多所謂事實？佢暗示係細佬同弟婦挑撥離間，教唆爸爸講呢啲說話。但係大仔完全冇回應鼎爺提到嘅具體指控，佢冇否認每月5萬，冇否認點解會生個咁嘅仔呢句說話嘅真實性，更加冇解釋點解鼎爺會咁樣鬧大新抱。佢只係將所有嘢歸咎於細佬同弟婦教唆，用老豆被人操控嚟回避問題。最關鍵嘅問題，點解過身2日後先通知？講咗咁多，新仔覺得最關鍵、最令人難以接受嘅一點係思明過身之後，大仔隔咗2日先至通知鼎爺同細佬。大仔嘅解釋係有好多後事要處理。記者就問一句：其實你有冇 WhatsApp 過父親及細佬？呢啲好簡單嘅問題，佢根本就喺度回避。但有網民質疑呢個說法站不住腳，辦後事同通知家人可以同步進行，點解要等2日？更令人懷疑嘅係，有人話揸住張死亡證可以作為遺產承辦人，對母親嘅遺物遺產有主動權。如果呢個說法係真嘅，咁大仔嘅動機就非常可疑。佢唔係唔記得通知，而係故意唔通知，等自己可以先一步處理遺產事宜。新仔唔係法律專家，但係呢個說法喺網上廣泛流傳，亦都符合大仔一直以嚟嘅行為模式，先下手為強，用盡一切方法掌握主動權，背後有軍師蠶蟲師爺嘅身影。睇完成件事嘅發展，新仔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大仔大新抱背後一定有軍師。點解咁講？因為佢嘅每一步都好有部署，好懂得運用法律程序。第一步，申請監護令。思明病重期間，大仔申請咗監護令，令到鼎爺同細佬豪仔完全見唔到阿媽。豪仔為咗見媽媽一面，走遍九龍區醫院，甚至報警都冇用。呢種法律手段唔係一般人識得用嘅。第二步，控制死亡證。思明過身之後，大仔隔2日先通知家人。有人話佢係為咗拎住死亡證，希望成為遺產承辦人。如果係真，呢個又係一個法律上嘅部署。第三步，部署喪禮。靈堂上部署大量保安，將花牌擺後樓梯，唔俾 Agnes 入內。呢啲行為唔似係一個人臨時決定，而係一早計劃好。第四步，輿論戰。大仔不斷向傳媒放料，每次受訪嘅說法都經過包裝。佢會強調我有人證，喪禮使費我俾晒，塑造自己係唯一付出者嘅形象。呢種公關技巧背後應該有人教路。新仔覺得大仔同大新抱背後好大機會有蠶蟲師爺指點，教佢哋點樣用法律程序，點樣部署輿論，點樣喺遺產爭奪戰中佔上風。網民嘅質疑，公道自在人心。呢2日網上嘅討論非常熱烈。新仔整合咗幾個主要嘅質疑聲音。第一，關於喪禮使費，網民話鼎爺每月俾5萬你用嗰啲錢俾喪禮，好意思話自己出。第二，關於有人證，網民話人證呢講咗幾日都冇出現，細佬有相片，大仔得個講字。第三，網民話阿媽都冇講過嘢，你點知佢嘅意願？仲話自己唔係單方面。第四，關於報喪延誤，網民話阿媽死咗2日先通知老豆，呢個行為點樣解釋都係唔合理。第五，關於監護令，網民話利用監護令隔絕爸爸同細佬探病，對一個老人家嚟講非常殘忍。新仔嘅反思，錢同樓真係咁重要。睇完呢2日嘅發展，新仔有幾個好深嘅感受。第一，法律程序可以保護人，亦都可以傷害人。監護令嘅原意係保護冇能力自己做決定嘅病人，但係喺呢個 case 入邊，監護令被用嚟隔絕家人，令到爸爸同細佬見唔到媽媽最後一面，呢個係一個非常嚴重嘅問題。第二，輿論戰唔會贏到人心，大仔不斷放料，不斷反擊，但係網民嘅反應係一面倒，質疑佢，因為真相唔係靠講，而係靠事實。細佬有相片為證，大仔得個講字，邊個可信？一目了然。第三，小朋友係最無辜嘅，大仔有3個仔女，呢場鬧劇全港都睇到。佢哋返學嘅時候，同學會點樣講佢哋？大人嘅恩怨唔應該由小朋友嚟承受。第四，珍惜眼前人。鼎爺想見思明最後一面，見唔到，呢種遺憾係永遠冇辦法彌補嘅。我哋成日覺得阿爸阿媽永遠會喺度，但係原來有一日你可能連見佢一面嘅機會都冇。總結，思明嘅喪禮已經結束，但係李家嘅恩怨似乎未完。大仔會唔會之後又有最新放料俾傳媒呢？到時會唔會有新嘅爆料？佢嘅人證會唔會出現？會唔會真係對簿公堂？新仔會同大家一齊留意嘅。最後，新仔想同你講，家人之間最珍貴嘅唔係錢，唔係樓，而係嗰份見面嘅機會，嗰份相處嘅時光。
打電話俾你嘅父母，同佢哋講聲我愛你，約你嘅兄弟姊妹出嚟食餐飯，傾下偈。一家人有咩唔可以坐低傾？鼎爺喊住問點解會生個咁嘅仔，呢句說話聽到都心痛。新仔唔知道呢個家庭嘅恩怨最終會點樣解決，但我希望喺閱讀緊呢段文字嘅你，唔會有一日要喊住問自己同一條問題。珍惜家人，及時去愛。如果你中意新仔好生活嘅分享，記得留言支持下。你最近一次同屋企人見面係幾時？留言同新仔講下啦。拜拜。好啦，單料就講到呢度。如果覺得新仔分析得唔錯，記得撳個 like、留言同埋分享出去。最緊要係訂閱新仔好生活頻道。你嘅每一個支持都係我哋最大動力。多謝晒。